大家好，我是王世贤，我在成功路上演的是刘坤明。成功路上伫公司台语台，每礼拜暗时8点。恁后生建中今仔日咧学校相拍代志，无要紧啊，少年人爱相拍爱思想的。拍迄个同学哦，就是王杰的后生啦。你后生伫学校用做弄完，做出这样无家教的代志，将来被验伤再来换伊讲啦。你就当做你是上尾一届甲我斗3工，其他的代志。无问题。大家，大家出代志啊！骗整个头内面足侪人的钱，啊，因讲哦，建中嘛是因的人啊。新官，来，起来！你有啥物理由？你讲我清楚。我小咱警察来就法律处理啊。后继唔像外人想遐简单，爱知家几样重。我是几样重？讲嘛！啊啦，你就是不落嘢啦，不落嘢老妹，跟你无关系啦。5月4号开始，成功路上就伫个公司台语台。